苦过日子，小姑娘不通忘记当初的约束，倒转来我的身边，倒转来我的身边，予我看一个。世间的人，若是为了金钱来出卖自己的囝儿，真可怜。这款金钱较多嘛无路用，无路用，无路用。虽然是迄个姑娘无意来离开，讲伊是为着爸母想要做牺牲。小姑娘，我也不是叫你为爸母，不过因两人感冒，不过伊两人感冒，为着苦乱世。世间的人，若是做人爸母，请你着为着